Hello， 各位觀眾大家好。民以食為天，食嘢係生而為人每日必做嘅事情。想成為超人唔使有錢嘅，絕食就可以啦。美食當前，食到美食嘅滿足感難以言喻。食好西，正係人簡單容易獲得快樂嘅方法。但係食太多，代價就係越食越肥，食極唔肥，成為女士嘅願望之一。你有冇諗過呢個世上真係有個靚女可以食極唔肥，瘦底大波，擁有魔鬼嘅身材、天使嘅面孔呢？身兼模特兒、護士、KOL 於一身嘅雪兒，正擁有呢一項羨煞旁人嘅技能，被譽為香港大胃王。我食起上嚟真係唔係人咁品㗎。睇嚟連食9碗飯都難拒唔到。喂，慘白你唔使興奮住，着翻對鞋先。雪兒踏上大胃王之路之前，喺 Instagram 已經累積咗大批嘅追隨者。佢唔怕俾窮人睇蝕晒，即係怕被太多嘅有錢人睇上。政府冇錢派，雪兒就定期發放福利圖俾廣大市民，為爭取世界和平略盡綿力。擁有如此火辣嘅身材，唔怕 OnlyFans 真係嘥晒。所以佢冇做大嘥鬼，喺 OnlyFans 上傳免費、收費嘅相片吸引粉絲。佢除咗胸懷大之外，食量仲大。2022年，雪兒亮相於 YouTuber Billy 嘅影片中，身形瘦削嘅佢竟然可以展示出驚人嘅食量。呢一種強烈嘅反差，吸引大量觀眾朝聖。影片收視遠超 Billy 其他影片。順勢食住條水，兩人合作無間，不停添食，開拍唔同大胃王嘅挑戰。食章魚小丸子，食牛食麵，食海鮮，再食牛食。呢個就冇食啦。咁食法真係成副增加俾晒你。咁又唔使。女兒口大食窮郎，再不合時宜。雪兒越食越多人睇，越食越紅。食正香港冇人做大胃王食播等嘅題材，雪兒獨吞整個市場。2023年，雪兒開始喺 YouTube 發展個人頻道，自食其力，繼續拍攝更加多大胃王嘅挑戰，慢慢形成個人品牌。雪 Eat 開始同唔同嘅 YouTuber 聯成拍片，雪兒被越嚟越多嘅餐廳邀請合作。餐廳一方面可以一次過介紹多種餐點，另一方面又可以餵飽雪兒，冇浪費食物，真係同路齊贏，可謂又食又拎。或者呢個就係雪兒優勝過其他食評家之處。雪兒嘅食量大，引人好奇，同時胸襟廣闊嘅佢亦引人注目。雪兒曾經喺拍攝飲品廣告嘅時候疑似露暈，片中嘅雪兒着住藍色比基尼，上水一刻如出水芙蓉，即時拎起飲品大啖飲解渴，但就因為動作太大令泳衣走位，貌似耶穌上身派餅益網民。其後雪兒迅速地片解釋，只係泳衣走位冇走光。不過飲品公司最後見太多輿論，所以要地片。相信網民都係逐點放大嚟睇。有人相信雪兒嘅講法，有人亦認為呢一個宣傳手段刻意幫自己炒作，真係虛偽啊！但係呢一種虛偽反而越多越好。一向行性感路線嘅雪兒，形容自己嘅作品係健康性感，相片尺度再大都堅持唔拍露點相，咁都真係健康性感。咁平時地鐵及女嘅師兄都真係用健康嘅眼光看待女性啫。而喺2023年，網上流傳出疑似雪兒嘅裸露照片，相中嘅女性同雪兒舊時嘅髮型同樣貌相似，但體態奇特，三點不露，面露不明所以，一定係以移花節目手法製作嘅惡作劇啦。有人指佢不知廉恥，相片毫無美感可言，更批評佢真實身材差，質疑平時 P 圖過度，真樣麻麻地，建議觀眾切勿好奇心作祟，特登揾輯相嚟睇。咁做並唔係為咗保護女性，只係想保護翻大家嘅腸胃。雪兒其後承認係相中人，輯相係佢初接觸攝影嘅時候拍攝，當時佢用手遮住咗重要嘅部位，表示唔想影露點相。攝影師初時同意，但其後就不斷話佢動作生硬，要求佢放低雙手，加上佢游說會用光影遮住重要嘅部位等嘅藉口。咩光影咁勁啊？佢聖光攝影師啊？基於對方係商業攝影師，令雪兒放下戒心拍攝，但係回圖嘅時候咩光影啊？光脫脫就有。相片盡見雪兒3點，最終相片亦無公開。之後雪兒以為對方冇留低備份，阿嬌應該都估唔到，俾自己天真嘅女人大有人在。直至相片喺網上流出，甚至被人販賣，雪兒先知道自己被出賣。佢再向涉事攝影師問責，攝影師就詭辯，指自己犯咗同陳冠希一樣嘅錯，電腦被 hack 唔關佢事，相片係被意外流出。雪兒就事件影先後報咗2次警，警方就以無足夠證據起訴任何人，愛莫能助。事後雪兒同其他 model 傾起先知，原來呢一名攝影師係慣犯，經常用相同嘅手段呃女仔越除越少，繼而拍攝不雅照片。裸照流出事件後，令雪兒承受咗巨大嘅心理壓力。冇睇啦，咁犀利，揾啲嘢入啊！喂，睇食嘅。識玩識，千祈唔好偷食就得啦。2023年5·1勞動節當日，一名年約29歲、有前科及案底嘅盛裝女子喺元朗一間超級市場入面，涉嫌偷取2盒分別28蚊同埋48蚊嘅牛奶，以及1盒25蚊嘅雞飯。佢將貨品放入手袋之後，未有俾錢就打算走佬，想偷我雞，即時被醒目嘅保安發現，當場人贓並獲。我需要偷錢。事後比對先發現，呢名疑犯原來就係雪兒，比蝕當真阿康更早出道成為借東西嘅 KOL。消息一出，令粉絲驚訝。平時雪兒
而一張 OnlyFans 嘅相都賣成10蚊美金，一輯相甚至要成25美金，竟然100蚊貨仔都冇錢俾，直接塞2張相俾保安咪搞掂咯。喺 IG post 個 PayMe code 出嚟，大把粉絲贊住埋單啊！雪兒喺電視節目中首次回應事件，指自己當時被流出事件困擾，情緒低落，終日借食消瘦。當日佢喺超級市場嘅精神狀態欠佳，迷迷糊糊拎完貨品放入袋之後就行出咗門口，回過神來已經被保安捉住，事後已經承擔咗法律責任，並且求醫解決情緒問題。但係報道話佢有案底同前科，唔通偷食真係只係得0次或者無限次？我今次決定重新做人噶啦。醫好咗情緒，但始終醫唔飽個肚。每逢雪兒再次有食雞挑戰，總令人睹物思情。網民除咗質疑佢到底係咪咁中意食雞飯之外，更加關注嘅係雪兒係咪真係有黑洞般嘅胃口呢？定係佢真係假食呢？有人質疑雪兒真係剪接派嘅大胃王，非真係實力派。MM 有影片已經展示過食播主係點樣靠剪接造假。呢一類嘅食播主，往往就只會拍低咬下、咀嚼食物嘅畫面，喺吞咽之前就會剪接到另一個畫面。有人質疑剪走咗嘅畫面，正係食播主吐出食物嘅時機，從中營造到食播主好似好大食嘅假象。雪兒唔少嘅短片都有類似嘅剪接手法，當然受制於影片時長 ，IG Reels、YouTube Short 講求節奏明快，冇可能完整收錄長時間嘅進食內容，為食播主提供咗一個合理嘅灰色地帶。就算利用縮時拍攝整個過程，以證真材實料，變相就係限制咗影片結構，為做而做，滿足有所質疑嘅觀眾。長遠而言，令影片嘅結構一式一樣，降低咗趣味。而雪兒公開咗更多一刀不剪嘅進食過程，直接封住質疑人士把口。咁有人有可能話，喂，佢有時靠實力，有時靠剪接都得嘅啫。就算真係每次都食清食光，有人亦質疑雪兒有催吐之嫌。單睇樣貌，你可能會被雪兒吸引，但佢一開口，唔少人直呼把聲趕客，一把低沉沙啞嘅聲線，完全係聲不夾樣，而聲帶受損，正係溝喉過密嘅後遺症。所以有人質疑佢每次暴食過後都會扣喉吐出食物。如果唔係，有咩理由可以違反到能量守恆、能量守恆定律？食極唔肥，食咁多嘢落肚，其實唔難，但首先要有一個得天獨厚嘅體質。胃部係一個有彈性嘅器官，正常人嘅胃部喺進食後會擴大約15%，食物大約會停留喺胃部2小時以進行消化，再透過胃部擴張收縮將食物送到小腸。呢一段期間，胃部會透過神經系統打電話俾老朋友，發出飽腹感信號。如果呢一段時間老朋友違抗軍令，繼續進食，就會產生嘔吐嘅反應，因為胃部再裝唔落更加多嘅食物。所以有時女仔話見到人作嘔，未必因為對方太樣衰，只係可能個女仔太飽食唔落啫。而大胃王到底有咩秘密呢？有日本媒體就為大家揭開大胃王嘅神秘面紗。日本大胃王木下佑香接受節目專訪，探究成為大胃王嘅秘訣。去電腦掃描下大胃王嘅真相，將展露人前。原來大胃王嘅胃部擴張程度竟然係正常人嘅2至3倍，甚至更多。所以佢哋嘅食量特別大，名副其實大胃王。咪住，唔係話喺飽肚之後再食就會嘔咩？毒男可以用念力打丁，大胃王一樣可以用意志力突破界限，抑制飽食反應，令佢哋嘅胃部可以持續擴張，唔會容易覺得有飽同埋想嘔嘅感覺。當然要透過長期訓練，先可以令身體忍受適應極端嘅生理狀態。雪兒指大食非一日練成，而係中學畢業後，母親擔心佢食得太少，於是就投其所好，買更加多佢中意食嘅嘢，越食越多下，可能就係咁樣食大咗個胃。喂，咁都唔科學啊！大胃王可以食得多啫，但有咩理由雪兒可以食極唔肥啊？大食於人前，大胃王背後嘅努力未必有人知道。保持體態嘅不二法門，莫過於係飲食管理同埋定期運動。唔同外國嘅大胃王紛紛表示，除咗進行大胃王挑戰當日之外，平時都有嚴格嘅飲食控制，計算熱量，透過食低熱量嘅食物嚟訓練食量，例如係大量嘅蔬菜、水果、清水。所以拍攝大胃王食播嘅頻率通常都比較疏。至於更新過密但又食極唔肥嘅食播主，過中奧妙就唔好講啦。雪兒經常喺 IG 度分享做運動嘅動態，呢個或者就係佢保持身段嘅秘訣。哎呀，你做少陣啦，你鬼上身啊！時間冇多啊！做運動都不及過度飲食傷身，過度進食除咗會引致肥胖、暴食症、胃穿窿之外，仲隨時為身體埋下計時炸彈。綽號魔女嘅日本大胃王菅原初代，因為家庭壓力問題，透過進食嚟發洩情緒，逐漸練成大胃王嘅體質。佢曾經喺唔同嘅大胃王比賽中取勝，更加試過喺綜藝節目中表演10分鐘內食完399個蕎麥麵。可惜於2022年初代驗出大腸癌初期，積極接受治療後，最終不敵癌魔，終年59歲。大胃王嘅行為或多或少為消化系統帶嚟長遠嘅影響。有大胃王就喺身體響起警號時選擇功成身退。曾經嘅紅極一時嘅日本大胃王小林尊，縱橫經食界20多年，從2001年到2006年，連奪6屆美國紐約最著名嘅食熱狗大賽冠軍。2024年，46歲嘅小林尊選擇告別經食界，原因係佢提到自己對肚餓無感，曾經試過3日唔食嘢，佢都冇任何感覺。醫學專家為小林尊做檢查後，並無發現任何異常，生理冇問題，問題可能源自心理。
氣。專家估計，小林尊因為需要長期為競食做準備，需要令腦部停留咗喺比賽狀態，從而先會對肚餓無感。小林尊聽到後，為咗自己嘅健康着想，選擇退出競食界，重新學習享受食物。戰績彪炳嘅大胃王或者仲有退路可言，但以大胃王食播為主題經營嘅 YouTuber 就未必可以全身而退。所謂口停，戶口都停。上述提到嘅美女大胃王木下佑香，亦有經營自己嘅 YouTube 頻道，憑藉甜美可愛嘅樣貌、真材實料嘅食量，令頻道發展直線上升。曾經一度成為全日本 YouTuber 訂閱人數排行第5名，日本最賺錢 YouTuber 嘅頭10名。大部分拍片嘅食物唔係由粉絲寄嚟，就係贊助商提供。佑香嘅任務就係食同埋食，生理得到滿足，心理卻開始失衡。2024年，木下佑香神隱大半年冇再出片，突然間就喺網上出文表示抑鬱症復發，令佢陷入從來都未試過嘅沉重狀態。幾個月冇辦法出門口，昔日甜美嘅外表不再，身形開始走樣。佢表示將會喺能力範圍內重新開始活動。木下佑香慢慢回復狀態，點知直到2025年1月，佢宣布正式隱退，理由好簡單。木下佑香表示自己攰啦，將會慢慢戒甩暴飲暴食嘅習慣。人哋平時話用生命拍片，大多數真係講笑，但係大胃王真係透支緊健康去拍片，能夠懸崖勒馬，或者都係件好事。同為日本大胃王 YouTuber 嘅高橋之成就冇咁好彩啦。2023年7月，社交媒體上驚傳高橋之成出世嘅消息。終年30歲，擁有驚人食量嘅高橋之成，平時中意食煙飲酒，食量大或者助長佢可以飲更加多嘅酒精，形成酗酒嘅惡習。據悉佢生前至少被4種疾病纏身，包括厭食症、肝臟疾病及自體免疫病等。正常人嘅肝指數平均值係70，但高橋卻高達2700，高出近40倍，懷疑係酒精中毒。食量大令佢一日成名，同時係佢奪命嘅原因之一。唔使死，有辦法嘅。食又死，唔食又死，病從口入。暴食係7宗罪之一，連天主都告誡世人唔好食咁多。如果唔係，再多嘅5餅2魚都唔夠分。習主席就表示贊成啦。早於2020年，習主席對制止餐飲浪費行為作出重要嘅指示，強調要加強立法，堅決制止餐飲浪費行為，以防糧食安全出現危機。主席一聲令下 ，CCTV 點名批評食播節目違規，繼而出現大批食播賬號被下架。短短1個月內，已經有1.3萬個違規食播賬號被剷除，唔少食播主選擇轉型或者隱退。全國捲起反浪費食物風潮，推崇光盤行動。2021年第13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反食品浪費法，其中規定製作、發佈及傳播暴飲暴食嘅節目，最高可以被罰款10萬人仔。2024年，北京市更進一步推出直播帶貨合規指引，明確規定網絡主播應自覺反對食品浪費，並杜絕違法失德、流量至上、畸形審美、飯圈亂象以及拜金主義等不良行為。當然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。為咗規避監管，一啲主播更加會喺直播途中切換鏡頭，或者係邀請他人共同用餐，以掩飾浪費行為。佢哋甚至會喺影片之中加入切勿浪費食物、保持健康等嘅提醒信息，以試圖逃避監管。口號式支持減少浪費食物，講咗就等於做咗。而有食播主亦轉向食珍禽異獸，繼續吸引眼球。有人連草都唔使食，直接做空氣食播，唔單止慳食物，連錢都慳埋。有食播主索性轉型做減肥主播，政策減少咗大胃王食播，反而係增加咗市民嘅創意。大胃王食播對食播主而言係食量嘅挑戰，挑戰緊人體極限，從中同觀眾分享食物，傳遞快樂。食播主喺鏡頭面前表現出享受食物嘅狀態，令觀眾都覺得呢一種食物特別係吸引，往往能夠令人食慾大開。觀眾亦能夠從睇片之中獲得治癒感。對減肥人士嚟講，睇食播就好似由他人代食嘅感覺。有人甚至單獨食飯嘅期間睇食播，視食播主為虛擬飯腳，減低孤獨感。而食播亦係一種充滿商機嘅行為，食播主可以從中推廣商品、廣告代言，但係靠大量進食嚟吸引眼球，唔單止係傷害咗自己嘅身體，有人甚至係食到連命都冇埋，亦係向網絡社群傳遞出過度飲食、浪費食物等嘅不良示範。又或者大胃王即係個噱頭，雪兒除咗投入食播界之外，亦轉戰演藝界，出演電影《雨夜屠夫》其中一個受害者。或者雪兒嘅大胃王秘密就要靠猥瑣佬為大家攤開。珍惜食物係對生命嘅基本尊重，不論係咪大胃王都好，最重要係食幾多、煮幾多。今次係嚟到呢度，訂閱讚好，我哋下次再見。